嗨，大家好，我係 Stella，我哋一齊嚟探索塔羅牌嘅世界啊！中意呢條片嘅朋友，請你訂閱我嘅頻道，俾個 like， 再撳埋個鐘仔，就唔會錯過我將來嘅新片㗎喇。多謝晒！大家好啊！喺我哋今集正式開始之前，想提醒大家記得 follow 我嘅 Instagram 啊！平時我會喺度分享每日嘅塔羅感想同心得㗎。多謝你哋一直嘅支持啊！我哋之前已經一齊睇咗大牌 Major Arcana 愚人嘅旅程，亦都開始咗細牌 Minor Arcana 嘅世界，由權杖入面嘅數字牌慢慢睇起。今集我哋就嚟到一張好多人一見就覺得哇打交啊嘅牌，就係權杖嘅5號 Five of Wands。好，今集我哋就嚟深入探討下呢張牌究竟代表住啲咩信息呢？喺呢張牌度，你睇到啲咩呢？喺權杖5呢張牌度，你會見到5個人各自拎住一支權杖，好似喺度打鬥或者練習。佢哋動作唔齊，方向唔同，第一眼就係混亂、爭拗、拉扯嘅感覺。5支權杖代表住同一種力量，但係每個人都想用自己嘅方式去表達啊。呢個場面嘅象徵好似大家都有意見，未有共識，聲音好多，方向唔一致。可以係團隊討論、會議中嘅爭拗，又或者你自己內心多個聲音喺度互相拉扯。佢哋身上嘅鮮色衣服喺度提示我哋，呢一啲衝突未必係負面，可能係討論、競爭、練習嘅自然過程嚟㗎。背景嗰度冇穩固嘅建築，只係天空同大地，象徵住事情仍然開放、未定型、充滿活力。成張牌嘅信息係，雖然亂，但係活生生，有能量，件事仲係喺度揾緊方向。權杖嘅5號一般係代表住意見唔同、磨合、競爭、混亂，但有火花，可以係爭拗、團隊分歧、職場競爭，亦可以係你內心幾個方向互相拉扯，但佢未必係壞事，好多時象徵練習、排練、健康競爭，透過碰撞令你更清楚自己想點。一句講晒，你喺個磨合期，但係成長緊㗎。好。跟住呢，等我俾個簡單嘅例子大家啦。如果占卜嗰陣時見到權杖嘅5號牌，可以點樣解讀呢？一個最簡單嘅塔羅陣係會抽3張牌，分別代表住過去、現在同未來㗎。如果權杖嘅5號喺過去嗰個位置嗰度嘅話，你可能之前經歷過競爭、衝突、爭吵，或者意見不合，好多混亂嘅能量令你唔容易集中向前啊。我哋舉個例子啊。喺呢個牌陣度有權杖5、正義、塔。喺呢個塔羅陣度，權杖5喺過去嗰個位置度，你之前可能處於混亂、競爭或者爭吵嘅階段，好多意見衝突令你好難專心向前。正義牌喺現在嗰個位置度，表示你而家需要保持理性、客觀、平衡所有嘅利弊，要作出一個公平嘅決定，或者處理一件需要公道嘅事啊。塔牌喺未來嗰個位置度，未來將會出現突發嘅變化，令而家有嘅結構被打破。雖然係震盪，但係會逼你走向真正適合你嘅方向啊。如果權杖5喺現在嗰個位置嗰度嘅話，你而家可能喺爭持、混亂或者競爭嘅氣氛之中，需要協調、溝通同埋揾方法避免白白消耗精力啊。我哋又舉個例子啊，喺呢個牌陣度有戰車、權杖5、節制。喺呢個塔羅陣度，戰車牌喺過去嗰個位置度，你之前可能非常專注，有目標感，努力主導住人生方向，靠意志力突破咗好多阻力，推動自己不停向前。權杖5喺現在嗰個位置度，表示住而家你可能喺度面對競爭、衝突或者內心拉扯，能量比較混亂，需要時間協調、整合意見或者情緒啊。節制牌喺未來嗰個位置度，預示住未來將會回到平衡、和諧同埋順流嘅狀態，你會學識調節節奏，事情會慢慢變得穩定而自然。如果權杖5喺未來嗰個位置嗰度嘅話，未來可能會遇到挑戰、競爭或者小矛盾，只要保持冷靜去處理，就可以化混亂為推動力㗎。我哋再舉個例子啊，喺呢個牌陣度有皇帝、魔術師、權杖5。喺呢個塔羅陣度，皇帝牌喺過去嗰個位置度，你之前可能係一個非常有規劃、有掌控力、走實際穩定路嘅階段，做嘢講求規則、責任，甚至要承擔比較多嘅決策。魔術師牌喺現在嗰個位置度，你而家擁有創造新開始嘅能力，同時具備資源同埋技巧。
呢一張牌代表你係一個想做就做得到嘅啟動期啊。權杖五喺未來嗰個位置度，未來可能會面對競爭、混亂或者意見衝突嘅挑戰，但係只要保持冷靜同埋策略，你可以將呢股火轉化成推動力㗎。最後想提醒返大家，以上嘅例子只係其中一個嘅解讀方式，實際嘅情況可以產生唔同嘅結果㗎。希望今集幫到你更加理解到呢一張權杖嘅5號牌啊！多謝你哋今日收睇我呢條短片啊，希望你哋鍾意啦。我哋下條短片再見啦，拜拜。